串联今日要吟的圣诗，请来当掀开圣诗哈。新圣诗34首，新圣诗34首，这首通常大家较无熟，上好是看圣诗来吟，安尼较好吟。第二首是348首，叫做《假使愿祈祷》。一首是388首，这旋律无啥共款的，咱来行一遍好啊。388首，应当归圣父上帝。感谢主，咱所信的就是三位一体的主，三位一体的上帝。咱这时呢，请正兄弟姐妹三个起立，咱就要来敬拜咱三位一体的上帝。请大家大大贵水，相信相信的大大来充满伫咱啊！欢喜人拍我，咱来来做。生命之谜，何以曲奇？热切期盼遇见你，天要敞开，神当彰显，因为我们可
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在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生命之力热意聚集，热切期盼遇见你。天要敞开，身体早转变，因为我们渴慕寻求你。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彰显你，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你临在这里，这里就有自由，真理自由运行无止息。一闪展开信心，坚定不断升级，期待对那神做奇妙事。在这里，在这里，这里转个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在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彰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感谢主。圣灵的江河，你江河流啊流，自由永留在这里，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生命的江河自由永流到无尽，我们欢迎你，神灵，我们爱你。神灵的江河流啊流，自由永流在这里，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生命的江河自由永流到无尽，我们欢迎你，神灵，我们爱你。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我们向前来，谦卑等候你应受，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神灵请你来，自由运行这地。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我们向前来，谦卑等候你应受，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神灵请你来，自由运行这地。来，欢迎神来。你江河流啊流，自由永流在这地，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生命的江河自由永流到无尽，我们
我爱你。圣灵，我爱你。感谢圣灵无时无刻与我们同在，感谢赞美主。感谢咱的救主耶稣基督。救主耶稣为你来了，我求你想，你多是阮可你存了，亲心的看见。圣神降临日，阮相信听堂的圣神，也就是三位一体主现主是就是这所在，就伫遮，就伫遮。哦，亲爱的圣神，阮欢迎你，阮爱你，阮欢喜敬拜阿拉主你。愿圣神大大来充满伫阮，互阮会当有配热的心，互阮会当倚靠救主耶稣，谦卑虔诚来祈祷。除去阮心中的惊吓甲烦恼，使阮有听甲愿望，也互阮行伫真理当中来结出圣神的果子，来学乐主你。感谢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
就用感谢入伊的门，用学乐入伊的院，就感谢伊学乐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现在这点，请咱起立，咱来吟圣诗第34首：天父上帝至大仁爱。咱同心来祈祷，慈悲听阮的阿爸爸上帝，全地拢向你出欢喜的声。你的慈爱到永远，你的信实到万世代。阮是你草场的羊，阮用感谢入你的圣殿，来学乐你的圣尊名。因为你的慈爱到永远，信实到万世代。今日是信神感恩节，感谢你透过耶稣搁我赏赐信神保惠师甲阮伫咧，教示阮听悟一切事，甲赏赐阮平安。互阮知活命甲真理拢是对你来，阮就用五望吞忍听候你搁来的日。阮感谢信神陪伴甲扶持阮的软者，伫阮拄着挑战，毋知影怎样祈祷的时阵，信神你家己用袂讲出的吐气替阮求。阮体会上帝时常甲阮伫咧，无论是生是死，是悬是深，拢袂计断上帝你对阮的疼。即个阮也少年因为弟兄软者工作学业，或者是事务变化，无法度进入圣殿朝见你的兄弟姊妹，为因来祈祷，愿信神时时陪伴因，赏赐因平安。明仔日是总统交接的日，感谢蔡英文总统过去为台湾社会的付出甲贡献。阮也要为接棒的第六届的总统赖清德先生，甲副总统萧美琴女士，甲因所带领的团队，来恳求上帝赏赐因身心灵勇壮，智慧疼心相助，为台湾甲家己用台湾甲世界的眼光，为台湾的土地人民
影响的建设甲发展来做好的成绩。今日是玉山神学院的奉献主日，神学院伫华联4月3日的强震当中，伊的校舍损害严重，除了重建之外，阁有升学的教育、升学新的奖励金等等，拢需要经费。义方差派陈明辉牧师担任车师来服侍，恳求上帝信心的赏赐智慧较稳定，互伊所讨放的信息，成做阮生命宝贵的领粮。阮这粒心良心要来亲近你，要强调上帝你的话，晓悟你的真理，并且要行出你的款式，伊着在人做主的工作，伫福音的圣工有份来报答主你的大恩典。敬虔拜了阮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这点咱要来启应，先开启文20篇，4090篇。这我来启，咱同齐来念。主啊，你世世代代是阮的避难所，大地甲世界也要造成。你互土做的人归回土本。对你来看，1000年亲像过去的早日。做啥？你用大水甲人冲走，人生亲像一场迷茫。早起时活起来无心。我因为你的生气消灭。你将阮的罪过摆伫你面前，阮的日子拢伫你的身体会过去，阮的岁数不过是70，阮得到的不过是劳苦忧愁。这人感受会着你生气的威力，就你教阮会晓算家己的日子。上主啊，你什么时才要改变心意？就你透早就互阮享受你的慈爱。你互阮一生有偌侪艰苦灾难，求你互你的仆人看见你的作为。主，阮的上帝啊，做啥？求你互阮一切的工作顺利，求你互阮所做的一切幸福。怎讲？圣歌队要来献诗，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是呀，好。
咱向前行伫上帝光，感谢生活队用水的歌声带领咱将即个荣耀甲荣光归予上帝。即点咱现在咱要同齐起立来追念新的概念，请起立。现在咱开始来读，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即个界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即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分头。我用新的概念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即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即只咱要来领受上帝的话，今日的圣经记载伫提摩太前书2章第1节到第8节。现在咱掀开圣经新约239页。提摩太前书2章第1节甲第8节安尼讲，所以我所劝勉的第一，就是替众人恳求、祈祷、求恩、祝谢，替这个王甲拢总的官府求，互咱凡事敬虔、端庄，通安然恬静来过日。这是好，搁得着接纳伫救咱的上帝的面前，伊爱众人得着救，也亲在真理，因为上帝是一个，上帝甲人的中间，中保也是一个，就是做人的基督耶稣。伊为着众人献本身，做退休的价钱，有及时证明。因为安尼，我受设立做宣传的，做使徒，用信、用知识做外邦的教师。我所讲是真实无白菜，所以我爱查甫人也起神的手，无受气，无撩离，逐所在祈祷。以上。即只讲到，今日是玉山新行医的交换主日，玉山新行医的奉献主日，咱的牧师甲上港路教会牧师交换讲台，所以咱的牧师即马伫咧上港路教会伫咧遐今日来主日。咱即点咱真欢喜，咱会当看到咱敬听的陈明辉牧师来到咱中间。伊今日要对咱透放的信息是大道的力量，大道的力量。即点咱上时间交牧师。大家平安，真欢喜看到咱大家。这是我旧年有来礼拜，旧年我来礼拜了，咱过来就是听讲一堆韩国人来咱遮做福音的报道，看咱教会伫菜市啊，这若阮兜伫菜市啊边吼，足危险的，牧师娘拢会去洗菜市啊。我牧师就真爱洗菜市啊！咱今仔是玉山新人医纪念主日，即届地动我5月初去华联，中央代表总会教协委员会去华联，去2逝，去2逝，一边是要为着筹备这个平安音乐会。一边是去看我过去徛起的所在，我伫凤林，去玉山新人院，去真侪所在，去悼念过去伫遐10几年的生活。
的点点滴滴。玉山新人院有影受着地动影响真大，旧的教室真侪拢已经检测真危险，真危险。因为伊伫山坪边啊，所以伊要学校的路，也是去宿舍的路，学生宿舍的路，新生的宿舍的路，拢必开吼，真危险。总是玉山新人院的牧师的院长瓦利斯不干，瓦利斯牧师伊真有信心。伊讲：这学校毋是我的，这学校是上帝。虽然受灾难、损失真济，总是上帝会为着伊的学校栽培一传教者的这个学校来备办。看见院长有遮尔济的信心，有时阵咱嘛来想，咱有信心无？今日咱所读的圣经提摩太前书，是保罗先生传道生涯中间来到伫提摩太地区，来到伫提摩太遮来讲起伊所要爱这个所在所改变的事。保罗先生来到这个腓立比城。咱知菲律宾城是一个外海边的城市。那外海边，咱会想到什么？因为工商特别发达，过去无亲像即摆有交通，有火车，有汽车。过去唯一的交通就是船，所以若港口车一定是真车花。我捌伫高雄实习，我走去盐埕埔，盐埕埔知影吼？哦，咱真侪高雄来，有诶人毋知影，佫盐埕埔是啥一带啊吼。这盐埕埔有真侪铁船诶，哇，有真侪古董，迄船顶诶物件有真侪古董。我去伫高雄实习诶时阵，专工去踅遐，因为我以早新学生伫。咱国城牧师因的母会国家实习，去到遐跳倒摆，教会一台倒摆个徛喺个盐埕埔，看遐铁船、铁的货。菲律宾城就是即款繁华的都市，繁华的都市出入的人侪，今仔日你若坐车坐到民权西路站，行去到伫即个。要去晴光市场，遐有一个天主教堂伫遐。当然，牧师毋是咧讲天主教堂，伫遐看见着五花杂色的人，就是真侪的外国的劳工，因今仔日休困，拢会聚集伫迄个所在。有真侪语言，有。英语有印尼的话，嘛有菲律宾的话，啥物话都有，所以人就真济。港口就是安尼，除了安尼，伊的生意嘛真好做。搁安尼，因为船员伫船顶检采2个月、3个月伫遮休困，因就伫遮消费，车花宴乐，所以。特种行业嘛特别多，过去无所谓特种行业啦。咱是即马才有讲即款的名词啦。所以即个城市真闹热。过来，真侪人口伫遮，伊的宗教真复杂，侪人所拜的神明拢无共款，有的。信回教特别从初代教会时期，罗马政府统治的希腊下面，这个所在的宗教是真多元的，
嘛有真济思想是真奇怪。诺斯底主义就是伫即个时阵来产生的。什么叫诺斯底主义？就是讲神以外，还佫有神啊。咱敬拜的神吼，是普通的神尔，佫来到有佫起几个在。即款的无正确的信仰的思想，也是讲宗教思想真济。保罗先生来到菲律宾城，来到提摩太的家庭，写批了后，伊写批予提摩太。这个提摩太是甚物款人？提摩太伊的老爸是希腊人，老母是犹太人。你也知，希腊人就受真济的思考文化。不过犹太人真注重因的家庭教育，所以老母就担当真要紧的责任。提摩太伊伫一个真严格的家庭教育的中间，伊伫遐受训练。伊的老母甲伊的阿嬷对伊来讲影响真大。我毋知咱真济有长辈，你有咧带孙无？有哦，哎，真好。阮牧师娘拢甲阮查某囝讲，后摆恁生囝家己去带哈。你是阮囝，迄毋是阮囝吼，迄是恁的囝。带孙有好处。阿嬷带孙，你会介绍冤家无？袂哦，安尼毋对，爱甲伊冤家啊。阿嬷带孙，你有教伊读圣经无？有教伊读祈祷文无？使徒信经无？阮的囡仔只要3岁，2个使徒文甲使徒圣经拢会晓读啊。阮牧师娘咧困着安尼拍一个，只手倒手安尼拍，哪读圣经囡仔哪听困安尼。提摩太伫伊的老母甲阿嬷的教导下面，伊对圣经的道理真知。伊的老母是一个真模范、真典范的犹太的妇人人，真侪提摩太一生中间上大影响的人。所以咱在做阿公阿嬷的吼，你爱真做你的囝儿孙上大的影响的人，因为你的孙的老爸甲老母可能拢咧食头路，就是你爱顾嘛吼。无论你创互食、养互食，也是教伊读圣经，教伊冤家，搭喙鼓，拢爱有真正面的教育来帮助伊。提摩太真知影这个物件，所以伊嘛，咱咧讲北京话讲饱学诗书啦吼，学问真饱，甲保罗先生同款，学问真饱，学问真饱，真济拢知影，真济拢知，毋过提摩太少年，咱咧讲少年得志，毋是痔疮的痔，是志气的志，少年就真有学问，所以伊安怎？伊脾气真歹。圣经学者咧研究提摩太，咧讲伊性地真歹。咱拢少年过，对无？少年过咧，想起你少年，你读国中、读高中的时，你若成绩煞好，你会感觉有一种迄个骄傲气势出来无？回想一下，免好紧啦，一定有诶啊。牧师嘛捌安尼啊，捌安尼，感觉讲哇，家己足牛诶呢，提摩太了安尼，所以保罗先生知影伊即个人会性，所以写批甲伊讲，咱伫教会做礼拜久啊，做会友久啊。咱对教会真济的规矩，咱拢知影；咱对教会的法规制度，咱嘛拢真知影。有时阵咱知影的时阵，咱嘛会骄傲，咱会感觉讲，顶落你毋捌啦，我
知影，我读第几条，互你听。哦，啊选举爱安怎选举，啊开会安怎开会，咱有时阵咱感觉咱会晓，毋过开会毋是你会晓袂晓，开会是要互大家安怎知影这规矩制度，追求共同的观念共识来料理代志嘛。所以提摩太伫少年的时阵，甲咱少年的时阵拢共款啦。哦，咱若想想，甲咱少年的时阵拢共款。啊，伊真济即款的问题，保罗先生第二次传道旅游的时阵，伊就甲提摩太诚做真好的同工，诚做真好的同工。兄弟姊妹，你伫教会咧服侍的过程中间，你有真济真好的同工无？来想看卖啊！你甲伊同工，你毋是甲伊讲一寡五四三的哦，牧师安尼讲较无好听啦吼。就是讲吼，你甲伊做伙的时阵，是咧讨论事工，也是咧讲迄猫咪张咯吼，顶届事会圣经读甲安尼哩哩落落，圣诗吼，迄条拢读唱毋对的。你若甲即款的同工做伙，你爱谨慎哦，因为恁两个人做伙，就是拢咧讲别人比咱较歹嘛。无天下间我上老尔，剩的拢比我较含慢。若安尼，迄毋是上好的同工。有好的同工是，咱做伙会晓读圣经，会晓祈祷，关心某咪人吼，因兜那阵吼，最近伊安尼来教会吼，油头甲面吼，咱来甲关心一下，咱来甲看一下。我昨去参加一个好朋友过身周年的对事礼拜，这个朋友46岁过身，我若看到这真少年过身，我拢心拢特别艰苦，因为我嘛60几岁啊，我感谢上帝，我加我迄朋友安尼加活10几年。我伫花莲的时阵，嘛一个好朋友牧师，嘛40几岁过身，我的心啊真艰苦，真艰苦。昨去参加即个朋友的对事礼拜，伊的老母，伊是第一代信徒，伊尾也招因老母去教会，伊老母去教会，伊老爸无去教会，伊老母油头甲面呢，油头甲面，拢袂笑啦。我想讲，伊敢有互倒回钱啊啥哦？其实无啊，都80岁啊，无咧甲人倒回啊吼。原来问起来是安怎？查某囝作业转来的啦，查某囝作业转来，转来吼有关心伊啊，有关心伊，关心了过头，你知无？妈妈，你这食过的物件吼，爱收起来，莫放咧。这塑胶袋啊吼，用了吼，就甲弹掉。你有底物件油吼，你搁甲跳起来吼，你若看拢生菇，拢嫌伊老母啊啦，嫌到吼，伊老母怎规个面吼，安尼结做一球啊，吼，真安尼拢无笑容啊，无笑容。我甲我牧师娘，阮就甲伊开讲，甲讲，就伫遐咧讲。我讲，因为吼，你虽然是伊查某囝，你妈妈的查某囝，毋过即间厝是你妈妈的，毋是你的啊。伊讲牧师，这阮妈妈的，迄是你妈妈，但是人这伊大的所在，都毋是你大的所在。我作业转来，你是人客啊。哇！咱足侪查某囝拢安尼吼，转来厝里吼，老母会拿咱的吼，咱兜会拿咱的哦，哎呀，有安尼无？所以啊，其实伊是关心伊的妈妈，关心伊的妈妈的健康，关心伊的妈妈今仔食着无好的物件，哦，老母洗衫的水吼，甲洗起来，就冲马桶嘛吼，乳涂骹，伊嘛讲妈妈你的衫安尼洗袂清气，大海边仔的吼，反正
管真快吼。彼此尊重、彼此关心，这是必然的。所以咱咧看，咱今仔日咱要讲，咱每一个人伫咱的生活中间，咱要为着什么来做？为着伊来祈祷。你为着你的使徒人祈祷，因为伊的观念甲你的观念无共，伊的观念甲你的观念无共。你祈祷上帝，求上帝来帮助你，因为人要改变人是困难的。牧师今仔讲，某面人啊，你祈祷莫安尼祈祷，啊，你会听牧师的话无？牧师你解咬你，你顶个祈祷嘛，祈祷甲哩哩答答，你个讲我，哦。啊，毋过咱祈祷上帝，互上帝来改变人，因为伊只有伊本身去望着上帝，去望着耶稣，伊家己才会改变。你无法度改变伊啊！所以咱就在咧看，即个查某囝，阮就甲讲，你为着你的老母祈祷，你为着你的老母祈祷，互伊知即摆观念已经咧改变。互你的老母知，你是关心伊，毋是要干涉伊啦。咱真济做妈妈，你的查某囝转来是毋是拢要干涉你？会无？拢毋敢应啊，嘿啊！咱拢会干涉老母会做真济代志。我少年的时嘛，安尼，我读新来的时吼，我若转去，阮妈妈就斗阮大兄安怎，斗阮大嫂安怎，斗。堆足大堆的啊！我讲啊，歹势啊，你著较歹命。你若讲我较歹命，因为你少年的时阵吼，嫁来阮陈家，大家也是足严苛的。哦，我的老母若即马伫咧嘛80，应该是90岁啊。因为你少年的时阵，你的大家是严苛的啊。毋过，甲你做大家的时阵吼，你的新妇是比你较歹啊。哦。啊，你爱适应啊！我甲阮老母讲话哦，有时会安尼啊。我老母已经过往30几年啊，30几年啊。啊，总是我会安尼甲伊想，我也想着过去安尼。啊，咱即代的人，你若即马70、80岁的人吼，是毋是安尼？大家作业的吼，看大家会紧张吼，会紧什么吼？啊，毋过。咱即马无共啊！即马查某囝转来吼，嘛会甲咱管呢。啊，所以你做查某囝的人，就为着你的使徒人祈祷，因为出在你疼伊啊，因为你疼你的老母，所以为着伊祈祷，祈祷你的老母身体健康，祈祷你的老母，袂使讲祈祷你的老母莫遐杂念啦，哦。祈祷你老母安尼有正确的观念，互伊有上帝的神伫伊心中。所以，咱为着疼伊，为着福音的缘故，咱要来做这济事。因为是大人身体若无好，咱生活都无方便啊。捌顾过。老爸老母的人也少，伊住院你要甲顾，捌吼？安尼牧师讲你拢知，会起性地无？会吼？啊，伊若了叮当吼，你都足忝的要困啊吼，伊就要听着声就响起来有无？就醒起来，啊，真艰苦。所以咱大家拢有这个经验，所以咱就要保持身体常常臃肿。哦，我捌拄着。几个长辈，哇，足好死的！安尼讲，我拢讲直话啦吼。即个长辈2工前搁去食日本料理啊，甲伊的囝讲，行，咱来食日本料理。啊，转来了后，就开始困啊。啊，查某囝转去厝讲，啊，爸爸你要食饭哦，我要休困啊。啊，就伫睡梦中。去找上帝了，啊，足好诶！咱兄弟姊妹，咱的一生得求的是什么？祈求上帝，
这若甲长辈安尼讲吼，拢会甲我骂呢。我以前我拢安尼甲讲吼，我迄长辈吼，我伫花莲时阵，长辈拢讲，哦，牧师你若讲话遮歹听。我讲对啊，祈祷较好死咧，啊莫倒病床倒几啊年啊，倒几啊个月啊，吼。啊，这侪长辈有观念的改变，因为咱用真实的心来甲伊讲，伊知影要安怎来改变伊的做事的时间。啊，我嘛有教会会友嘛安尼有倒10几年的。我伫花莲的时候，我有会友车祸了，啊，住伫新庄，伫咧中港教会附近遐。啊，我拢为花莲来甲看呢，我来开会就想说去甲看。哇！啊，坐车问人安怎坐车，安怎行安怎行，哇，真辛苦。伊厝的人已经无法度来甲看，啊，牧师若有出外就来甲看。虽然伊毋知影人，到尾也拢毋知影人，毋过这就是咱一生爱。所以，咱每一个人，咱看见提摩太，伊的伫保罗的看家下面，提摩太咧改变。保罗先生嘛，常常为着提摩太来祈祷，互提摩太当真侪真正帮助人的人。咱伫教会咧服侍，咱有真侪真正要帮助人的人无？我伫遮，我看今仔日有几个第一届来罗州教会礼拜啦。这间教会是你通挖去的教会，这间教会是你通寄身伫遮的教会。教会兄弟姊妹的中集，你有这个信心讲，阮欢迎每一个入来罗州教会的人，拢有亲像伫厝安尼无？有无？哎，咱无啥声，无欢迎人来款，有啦吼。咱期待每一个人来到咱的教会。每一个人拢亲像一个家庭的一份子共款。保罗先生将提摩太看作是伊家庭的一份子，为着提摩太付出伊的代价。听人祈祷一定要付出代价，无可能无付出代价。付出什么代价？你毋是摕3000、5000，互伊就是代价，毋是付出你的时间，为着伊提名祈祷。今仔日第一届来教会的人，咱拜托咱的中职，每一个人为着这个第一届来教会的人，每一天用2分钟替祈祷。这个若是男性，咱就来甲关心，请咱的男性的中职来关心；这个若是女性，咱请女性的中职来甲关心。互伊来到伫咱的教会中间。亲像伫伊的家庭一样，保罗先生咧带领提摩太，伊为着要互提摩太彻彻底底来改变伊的个性，甲伊的性质，为着提摩太来付出保罗先生的代价，甚至伊伫关家的中间，由外人写批来到腓立比教会伫遐。请腓立比教会的人为着提摩太来祈祷。咱今日所读圣经，咱来看第2章，保罗先生伫遮提醒讲啥？讲我所看免的地，就是替众人恳求，替众人恳求。为着提摩太，腓立比教会提摩太因遮个人咧。伫上帝的国度内面，咧做工的人为着因来祈祷，啊嘛为着因来感谢，因为伊付出的代价，互这个所在的福音会当来宣传。咱的教会伫中职伫兄弟姊妹，你付出的代价中间，教会徛起伫这个所在，经历150年来。咱有个人四散去到逐个所在，嘛伫迄个其他的所在，伫遐建立教会，参与伫教会服侍。
咱要福音广传，互更较侪人知。我哋教会亲像一个家庭一样，因为咱伫教会内底，咱咧服侍上帝，咱毋是靠家己的本事，咱毋是靠家己的才能，咱是要靠啥？第二节讲，互咱凡事敬虔端庄，通安然恬静来过日子。凡事端庄。我知本来，因为我做老伴啊，我翘倒摆啦，我本来要穿一领背心啦，原住民的背心啦，我牧师娘甲我骂啊，甲我莫讲骂啦吼，甲我念啦。啊，你要去礼拜去北京教的讲道，啊，你嘛讲，着西装穿的就好啊，你莫阁穿遐有诶无啊？我讲啊，足热的啊，穿啊。你讲道上讲台，你都穿西装啊咧，我足辛苦呢。啊，虽然甲伊安尼剁嘴讲吼，嘛是拢听伊的话咧，哦，嘛是听伊的话呢。啊，真无欢喜呢，啊嘛是听伊的话呢。哎，姊妹，你甲恁太太剁嘴讲，你会听伊的话无？袂哦，会啦吼。啊，做太太甲你的先生剁嘴讲，你讲去啦，毋煮啊啦。啊，毋过毋煮嘛是出去买转来食，吼，嘛阁买恁翁的嘢转来食。所以咱来讲，伫咱的家庭有真济的喜乐，毋是干那欢喜的喜乐，嘛有迄冤家的喜乐。啊，迄是伫互相尊重、敬虔的中间。去了解你的另外一半，也是讲伫咱教会中间，咱拢徛伫伊的立场去认捌伊，来看见伊的需要，毋是看见咱的需要，毋是徛伫咱的立场啊。我昨日参加这个对书礼拜，啊，这个朋友。即个姊妹伫即个吉利市啊遐咧卖鸡卵，我一站时间我就去遐看，我顶阵去遐看，我讲，上帝有互咱恶担当的事无？上帝会无？会哦。对上帝遮无信心，袂啦。上帝袂互咱有恶担当的事啦。总是上帝拢互咱去面对着真侪事。现时得咱看见迄阵真艰苦的事啦，譬如讲你的许大人过身，譬如讲你的翁婿过身，譬如讲你的家后过身。我这个朋友，我熟悉伊初代信主，伊咧追求上帝，咧追求信仰的中间，伊的先生46岁过身。对伊来讲真大的打击啊！总是伊甲伊的囝吼，伊的囝忽然间雄雄变一家之主啊！你知无？伊一个后生一个查某囝，啊，这个后生都要读大学尔，那阵啊，我旧年咧参加伊的告别式，啊，去因兜雄雄看到安尼。那阵伊个囝那大汉起来，你知无？啊，处理代，结果啊，老爸告别式办了了，这个囡仔找我去读啊咧，去学手艺啦，去学这个装潢啦，当然是好啦，哦，啊有装潢啊，做师啊，啊头家对伊真好，互伊真悬的薪水啊，互伊真悬的工钱，你知影？因爸迄时阵就该买一台奥多麦，伊个朋友甲鼓吹，伊佫去买一台重机呢。哇！虽然看起来大汉游玩，心像囡仔一样。我讲你着爱为着你个囝祈祷，甲这姊妹讲，你爱为着你个囝祈祷，因为你已经甲伊讲话已经是对的啊，你甲你个囡仔讲话已经是对的啊。
你讲啥伊拢无会听，你祈祷上帝，祈祷上帝。这半年的中间，伊的囡仔了有改变，甲伊买迄台奥多麦卖掉啊，留落因老爸买互伊迄台奥多麦。你一个月趁偌济，还佫负担迄车的贷款，奥多麦当总起一台，讲要10几万啊，12万啊，囡仔囝负债安尼真辛苦，所以。为着伊祈祷，是因为你听伊；为着伊祈祷，因为伊甲你有血肉之亲的亲。兄弟姊妹为着神来，兄弟姊妹来祈祷，因为伊要食做咱即个家庭的一份子，你会付出你的代价，互伊会来到咱的教会，伊会看见着上帝的疼。会当去感受到耶稣的恩典甲保守。我是第一代信徒，我常常有时阵我拢会想，我伫以前我的册房吼，我会买一条大椅啊吼，会挺咧，骹就甲跪到册桌面顶。我无顺人入来讲，恁若无体无统安尼，骹翘啊悬。我伫我的册房安尼敢袂使哩？当然嘛知影啦吼，阮都是会安尼搭水过。毋过我会安尼做是，我伫遐咧默想，伫遐咧默想，伫遐咧感谢，因为对着我来讲，一个讲话会紧张的人，一个做代志真冲动的人，一个。为无神的家庭到信主了做牧者，去领受到上帝济济恩典甲疼痛。我知有真济我的好朋友一直咧替我祈祷。我故乡的这以早伫青年时代，伫故乡这这青年，因一直咧为我祈祷。无论我到伫什么所在牧会，因拢带来因的关心伫我的身上。我是常常感谢上帝，有遮尔济人为着我代祷，有遮尔济人付出因的代价，一直陪伴伫我的身边。我读新人的时阵，感觉读着足艰苦的。我2摆安尼有想讲无爱读册啊。都要来做啥？毋过，若阁去想到，遮尔济人因付出代价，为着我祈祷，我明白，这拢是上帝的疼，这拢是上帝的疼。所以兄弟姊妹，咱咧讲，今日提摩太伫遮，互咱看见着，保罗先生。伊付出伊的代价，伊面对着这个社会，菲律宾城这个社会这么复杂多元的城市，保罗先生伫遐付出代价。咱台湾，咱敢是安尼？咱台湾真侪初代信徒、第一代信徒，伊的心会光影。恁哪会无来无去道教信耶稣？人拢去，即摆拢大家拢出去挂香啊嘛吼。人拢咧挂香，你去教会创啥啦？做伙来挂香。挂袂离，你知无？因为几10年好朋友挂袂离，佫去对伊行。嘛来教会，佫对伊行，嘛来教会，佫对伊行。咱的台湾嘛甲提摩太的时代同款呢，济神的宗教，伫遐会互人迷惑啦。咱也是讲伫遐，互人毋知要为代去。所以人是无可能高升的啊。伫咱的周报最后这段只，
讲台湾的民间宗教是人做好，互人升官做事。毋过咱毋是，其实咱的信仰毋是互人高升做事，咱的信仰是互咱知影，咱是卑微的人，咱只有降服伫上帝的面前，咱知影咱人的软弱，咱要顺服上帝的引带甲带领，咱要搁再一摆倒转来到上帝的面前，大家做伙来努力，为着咱的信仰，为着咱信仰的同伴，为着咱教会济，甲咱做伙服侍的人，因每一个人的家庭，拢伫上帝的恩典下面，得到上帝的祝福。咱做来祈祷。阮的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阮拢捌少年，亲像提摩太一样，阮拢有真深的学问，阮明白真济道理。总是阮毋是要夸口，阮知，阮遮所得到一切，拢是上帝你恩典的所赐。你互阮每一个人，对伫阮知，阮只有信靠你一个。阮一生的路站，只有顺探你的引带甲带领，互阮明白上帝你的心意，为着阮周围的每一个人，因拢愿意伫遐来敬拜你，互搁较侪人来得到恩典甲疼痛。愿伫你面前安尼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免。即个咱要来念回应诗，或者咱起咧念第348首。求主教示阮祈祷。
像这今日是玉山新学院的奉献主日，咱特别为新学院的教育、甲新学生的奖助学金、甲校舍的整洁的工程、甲图书馆等等遮相关的事工，请兄弟大道奉献支持。请坐。今仔咱要来读今日的金句，今日金句是《提摩太前书》2章第5节。这咱同齐来读第2、2解。因为上帝是一个，上帝甲人的中间中保也是一个，就是做人的基督耶稣。因为上帝是一个，上帝甲人的中间中保也是一个，就是做人的基督耶稣。提摩太前书2章5节。咱即点，咱嘛有2位新朋友来到咱的中间。头一个是叶美兰，叶美兰小姐，伊住伫长安街家。叶美兰，美兰，欢迎你，另外一位是佩慈，李佩慈，李佩慈，足欢迎的拄则伊是原本是伫复兴堂，伫复兴堂嘛是住伫咱住伫中山2路，伫遮尔足近的欢迎咱现在咱来个唱欢迎的诗歌，咱两位起立，互阮甲恁唱欢迎诗歌。新人的接待爱记的，咱即两位兄姊妹佩慈甲美兰，好，咱煞只咱来报告，咱来今日的周报咱先开周报来呀。伫本会消息的部分拄则感谢大家对玉山新学院伫个花莲的强震之后。校舍加整建，甲因平常时的经常费，来奉献。那因为若准有兄弟对咱花莲的重建有感动的，那煞只后边搁继续，咱玉山新学院是咱有分基体咱为新学的教育为传道人的栽培的学校，咱来继续关心为因带导而且
将大岛的行动实际用经费来跟支持赞助。第二项要报告的事项是6月2号是咱的联合礼拜，是本会圣礼典，请大家备担心。过来就是街舞街舞班新的学员招募伫每礼拜六下晡4点到5点半咱师资是淡江大学热舞社每期5堂课1000块事实上也要着收200元请招收国小以上到55岁对街舞有兴趣的人那如果要报名就洽红鱼跟世杰那教会招募音乐同工请向干事来报名，然后会举行音控的训练每礼拜三暗时的8点读经祷告会，欢迎大家参加会计报告4月份收入是407382块，支出是30万9548块，结余是97834块。咱顶礼拜嘉恩甲弘毅刚好来到咱中间，是华语堂好传客的消息5月26号就是下主日2点，南港中澳举办北海岸诗班的观摩联谊，咱信乐队有受邀参加因为欢迎兄弟自行前往来去间欣赏第2项甲第5项这个团体的消息拢是暑期的儿童营甲中会青少年团契。还有中会的小朋友的领袖营还有儿童双语夏令营这团体拢有补助另外就是讲咱家己教会第2项的儿童主日营比如说我是 EQ 小主人，伫7月6号到7号，咱家己教会办的名额敢若40名虽然有缴费，但是若阵全程参加，费用会阁退回。其他的部分中会办的每一个团体教会拢有补助1000块还是甲700块安尼咱多多栽培咱的细囝就是咱的福音的出口所以咱就要关心咱厝内底遮细囝甲因招出来甲因栽培拄则牧师甲因提醒阿公阿嬷拢就要特别来栽培咱遮孙因为有当时爸爸妈妈无法度看得到的咱阿公阿嬷有智慧看得到咱甲因带出来甲因斗相共互因受造就未来转做上帝的精兵其他具体的相通甲报告甲教界消息请兄弟咱家己看毋知有啥物是要搁补充报告的无？若总无安尼是咱来念尾变诗第388首，尾变诗煞咱请牧师为咱出导，即咱同齐起立念尾变诗388首。因感归圣父上帝，因感归圣父上帝，因感是。感谢，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伫你圣的主日，互阮来到伫你的圣殿，而且敬拜服侍你。你嘛教导阮，阮诚侪一个大岛的人，为着阮周围关心阮的人，阮要关心的人，献上阮的大岛，互因甲阮平平。拢领受对你遐来的福气，愿天父上帝听他，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圣神的相通陪伴，甲恁众人三个伫咧，对一时到永世代拢无煞。阿门。
请坐，别倒。